各位新聞嘅詳細內容，一艘由香港駛去珠海嘅雙體船喺駛經大嶼山赤鱲角以北海面嘅時候，同一艘冇載客嘅香港小輪相撞，一共有27個人受傷，目前仲有7個人留醫。海事處而家調查緊意外嘅原因。邱振明報導。首藍白間嘅雙體船同艘改裝過用嚟載客嘅汽車渡輪相撞，渡輪嘅船頭插咗入雙體船嘅船身度，而雙體船近船底嘅部分更加穿咗。當時艘渡輪上面只有船員，雙體船上面呢就有121個乘客同8個船員。事發之後，珠江客運派另外一艘嘅雙體船接咗69個冇受傷，又願意繼續去珠海嘅乘客繼續航程。而飛行服務隊用直升機將嚴重受傷嘅乘客送去屯門醫院，其中一個女傷者左邊小腿斷咗，用背囊裝住送去接駁，不過呢就駁唔返。其他嘅傷者就由水警輪送去屯門海濱公園對開嘅碼頭，有啲撞傷咗頭部同頸部。醫療人員亦即場為傷者包紮。有傷者話：諗翻當時嘅情況，仲有啲驚。好似隻船慢咗，咁咧就已經一醒，已經係覺得有嘢撞埋嚟，嘣一聲撞散咗隻船啦，撞開咗隻船啦。咁我飛咗去前邊咯，好混亂啦！啲人個個走啊，有人傷咗啊，咁隻船已經漏晒啲油喺海度，個個都驚啦，已經開始。而屯門醫院今次實施咗突發災難緊急應變措施，喺其他部門呢抽調咗7個醫生同14個護士嚟急症室嘅。意外喺朝早9點05分發生，艘由港澳碼頭開去珠海嘅雙體船，同艘由赤鱲角開去屯門嘅渡輪，喺赤鱲角新機場以北大小磨刀洲附近嘅海面相撞。天文台話，事發嘅時候，海面一帶能見度只有600米。無線電視記者邱振明報導。出事雙體船嘅船公司反駁有乘客指船上救生設施不足，又話事發嘅水域對高速客輪有一定嘅威脅。不過海事處就話，今次嘅意外並唔表示嗰度嘅海域有危險。馬浩輝報導。部分冇受傷嘅乘客由水警輪送去港澳碼頭，有乘客就批評雙體船上面嘅急救設施唔足夠。當時情況好亂，揾唔到嗰個急救箱，咁後尾過到去油麻地嗰隻船咧，先至有少少紗布啊咁樣。又攞唔到救生衣，咁啊要攞去隔離座位揾個攞到出嚟。點解攞唔到救生衣？佢綁到好實啊，都攞唔到出嚟。船公司就回應話，船上係有清楚嘅逃生指示。我諗咧，啲乘客可能咧就有時一時心急啊，或者像嗰條帶啊，即係要向上拉或者向下拉，佢舉為左或者右咁樣咧，拉錯咗條帶攞唔到嘅。不過佢承認出事身喺船上面只有前排座位有安全帶，佢哋考慮逐步喺所有船隻嘅座位上面安裝安全帶。咁其實珠江客運嘅雙體船喺舊年3月亦都曾經喺大嶼山分流附近發生撞船意外。船公司話，大嶼山附近嘅海面由於有新機場工程進行緊，來往嘅船隻比較多，加上能見度低，好容易發生撞船意外。海事處而家正着手調查今次意外嘅成因，估計1個月之內會有調查報告。不過佢哋話冇證據顯示出事現場附近即係大嶼山對開嘅海面係特別危險嘅。Now the accident that happened this morning, I'm afraid we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it yet, but I mean, this is yet another of the occasional accidents, serious ones, which we do get in Hong Kong waters. I'm afraid any port is going to get those every now and again. 海事處準備加強海上嘅巡邏同控制交通，減少事故發生。無線電視記者馬浩輝報導。